主任，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，昨天你有注意到一则新闻吗？当柯文哲在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他是深绿，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觉？我还蛮意外的。哦，真的吗？你是意外说他什么时候又回到深绿了吗？因为我觉得深绿是一个价值啊。啊哈。啊，一个对国家方向的信仰，还有对民主宪政体制的坚持，啊，还有对土地的爱啊，那种坚定不移，我觉得那个深绿是有它的价值在了。那柯文哲柯主席当然他可以说他是深绿，啊，当然这个要看民众接不接受了。如果照您刚才的标准来看，我可不可以直接讲，你觉得他没有资格说他是深绿？他可以讲了，但是接不接受就是要看社会大众。因为社会大众会去考量到他过去嘛，过去从政之后种种的言行嘛，到底符不符合这个标准嘛？过去他是主张他是墨绿嘛，所以他当了台北市长。那么他也希望跟蓝白合作，然后取得总统的胜选嘛，他也甚至因此为太阳花学运道歉嘛，我觉得很多事情啊，就可以供社会来检视，啊，他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，也就是说，柯主席当然他有他的自由，可以讲他是怎么样的政治定位。他是站在怎么样的政治光谱？这个是他的自由。但是民主社会可贵之处是，人民才是主人嘛，人民接不接受，这个才是重点。您觉得他在政治光谱上面过程当中，从2014年那时候跟民党合作，然后拿到了台北市长，一路走到现在，包括您刚刚中间说的变化，您觉得他在政治上面会觉得有点投机吗？如果用科学来讲的话，是没有办法定位，没有办法定位，没有办法定位哦，因为不断的在移动，不断的在移动。OK， 我有注意到，像潘端总干事就直接讲说啊，如果照他讲的是深绿，然后又支持小英总统的两岸路线，所有那些，他就是干脆投您就好了。所以你觉得就干脆就回到你这来就可以了吗？的确是如此嘛，的确是如此。您在过程当中，你有一直关注着蓝白合不合这个话题？当然会关注，这个过程拉了这么久，大概有6个月之久。刚刚谢律师说，其实民众已经渐渐看清楚，他们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，其实不然嘛，其实完全是为了个人或为了政党的利益，就是即便是合了，人民也不会接受了，所以我那时候才用空一个字来解读蓝白合。